白沙屯媽祖已經到北港啊，今年有46萬人來報名香燈卡示，歷來上濟。也因暗嘛來進行上重要儀式開會，到底這項儀式要安怎來進行，佮有代表什麼款的意義？今仔日的解剖新聞就要請武興來為咱說分明。是主播白沙屯媽，今擺是已經來到北港，按算佇咧下暗5點10分要來開會。也白沙屯媽進香網絡都佇咧議論，對媽祖行隨時會當去，先怎都閣愛報名納700塊。有報名，廟方會甲信眾的名寫入去數文當中。今年就有46萬人，這個數字也是歷來上介濟。法師會佇咧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來讀這46萬人的名小數文，就是要保護媽祖知影，媽祖來保庇，也嘛會當甲進香旗交予廟方來過火，祈求平安。也數文讀了，小好勢，白沙屯媽進香重點就佇咧遮，重點就是開會。今年會佇咧4月175點10分來進行對北港朝天宮萬年香火爐開會景來代表神威能力來延續。也這個會景啊，會開入去到火卡。這個火卡呢，會用北港溪的土落去搞這個技術啊，強美術團，這嘛是已經登記做無形文化資產。要想怎這個搞火卡的技術愛講究？因為火卡會放入去到香搭當中，也這就是香搭，所以來會當去到白沙屯，這個過程啊，火景是袂使斷，也要行當去到白沙屯，愛擱幾若工呢？為了要好這個火景是繼續燒，也擱要注意講這個火卡袂因為講這個溫度上過頭懸來燒歹去，用土搞火卡這個技術怎發展出來？所以來白沙屯媽會佇咧4月20火鑾安裝，佇咧5月初1開爐，甲卡倒轉來的火景，放入去到供天宮的香爐內底，規個進香啊，圓滿來完成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聞，咱甲時間交轉去予主播。